说吧，贺江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你的命，他在乎吗？作为一个被压在最底层的东邦人，你是这10年来头一个敢站出来剑指幽人的。我是。什么情况？一个西城的司机拿了皮鞋。你的车1085斤，你们说该不该杀？会不会又是鸿门宴？应该不至于。不过他说是找你探讨道恩的话题。谈的是你的问题，你反而最后一个来。对不起，领袖，我有事情耽搁了。听明白了吗，傻妞？我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害你，你也不可能连这点勇气都没有。你这话让我很不愉快。您回回都不愉快。你这是想挑拨我们的关系吗？没关系，到时候一枪崩了他，我不会手软。如果要坏我复仇大计的话，做什么生意？我同意了吗？